只有他，你就能成为绝世高手，天下无敌。这控鹤擒龙手怎么只能抓到鸡和鱼呀？难道这秘籍是假的？第188位挑战失败，还有没有要上台的？各派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打败。如果不能找一个实力高强的夫婿回去，明天的祭武财神决出武林盟主之位时，恐怕就是我陈家的灭门之日。佳佳，在这里等我啊，我把外卖送进去给客人。要是那本武功秘籍是真的，那我也会跟他们一样，成为绝世高手。哎，你好，谁是尾号927啊？哦，我的。哎，小心！哦，是道具啊。哦。放。哎，至于吗？来，点外卖。谢谢。这可是玄石特制的财神爷塑像，重3万斤，他居然能单手抬起。老爹明明是绝世高手，武功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他自己就不知道？比武张庆，而是老爹上去比武，会不会他就知道自己很厉害了，而且还能给我攒个美女妈回来？可是老爹这么对我怕死，我怎么才能让他上台呢？有了！走吧，佳佳。老爹，去把美女姐姐请回到我妈面。看样子在座的各位都是无能之辈，没有人有资格去。我老天这就是送外卖的，是不是？能让姐姐18上山路。这是送外卖的。美女姐姐，我老爹是绝世高手，他能亲你。佳佳，叫唤老爹你就直说，这是谋杀我呀！一个送外卖的带着个送外卖的女儿，居然敢口出狂言！就连我们各大世家的精英高手都超过3口人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就你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孩不懂事，我们马上滚。哎，我不是针对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只是你们在座各位都是垃圾。我老爹可是武神殿主，一只手就是把人打跪地求饶。哎呀，别，小孩乱说的，胡说的，乖。妈咪，是不是老丁打他们，就能该当老婆给我当妹妹了？不好意思，陈小姐，我平时太惯着她了。当然，只要他能打败所有人，就有打败我的实力，就能娶我。好了，立刻把他们都收拾了，这样我就妈咪了。小孩他胡说的，哎。我老爹说，你都是无名小卒，都配让他出手。你们可以一起上，早点解决你们，早点去我妈女这儿。这小外卖员居然口出狂言，狗死！欺人太甚，一起上！哎，别打脸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明明是个普通人，身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强的内力？难道是武功高深，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？
他是什么实力？不太，他真的是绝世高手。这么强的实力，居然在这抓住赤老虎！是。没有受伤。他们这都是怎么啊？看他们那眼神，我去，我知道了，他们故意的。肯定是这比武招亲有问题，都不想娶她。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，假装打不过我，想让我死，可恶！佳佳，外卖要超时了，佳佳，跟我走啊，走啊你！赢了就必须要去。太好了，我有妈咪了！以后佳佳和妈咪还有老爹就可以3个人一起睡觉啦。那个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碰你。要上我的床也不是不行。他实力如此高强，真的有这样一个老公的话，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堂堂古武世家，陈家大小姐，上赶着要嫁给我一个送外卖的，绝对有诈！只要你答应我，在明天的龙城武道贺新春祭武财神大典上，帮我拿到武林盟主之位，我就真正做你。我果然让我这个普通人去帮他抢什么武林盟主，这不是送死是什么？原来是想让我当他替死鬼！哎呀，那个结棍阵不对。不能！这股干哪来了？老爹，妈咪说要带我们去见我外公外婆啊。完了，这真的跟他去陈家了，跑不掉了。还好，车速并不快，如果能瞬间开门，带着佳佳跳车，有很大概率能跑掉。现在。感谢两位老人家。爸，来了，这是你爸妈？秦凤，我陈家乃是古武世家，现在又是年关将近，天门大开，神仙临凡赐福的时候，按照规矩，要做我陈家的女婿，必须去点燃这祈福香。若这神仙牌位对你认可，则代表你武道资质雄厚，就有资格做我陈家的女婿。女儿说他是个绝世高手，多半是被骗了。我看着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待会儿试他一试。像我这种天资卓越之人，就获得了寿星老的认可，如愿绵长，长寿健康。当然了，我也不要求你能获得这种大神的认可，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小神的认可就行。我一个普通人，根本就没什么武道资质，到时候这些神仙肯定不会有反应，我就可以带佳佳走了。
然是个普通人。他这是故意隐藏实力，就是不想沾染陈家的麻烦吗？哎呀，我也很想做陈家女婿啊，但实在是实力不济，只能先行告退啦。嘿嘿。啊！福禄寿齐聚啊！玉皇大帝都在呼应，百败齐动，这是绝世高手啊！这么科学，一定是这老小子故意做的手脚。可恶！难道我秦风要死在这些大家族的算计当中了吗？天佑我陈家，天佑我陈家呀！爸，这是……我知道了，是他看出来我在试探他的实力，他生气了，就故意毁掉我的神仙牌位。绝世高手，不可冒犯，是一个警告啊！妈咪，我老爹天下无敌，你注定是要当我妈咪啦。可是你爸爸好像并不想娶我。你看看，我都说了不让你试探人家，你偏不信，现在怎么办？就先赔礼道歉，看看能不能挽回吧。这诸天神仙都认可的女婿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要不你把咱的传家秘宝召唤出来，送给他。秦风，看样子你确实注定是我陈家的女婿，我这也没什么好送的，就把我们陈家的家传秘宝送给你吧。这不可以吧？这都要拿传家宝出来收买了，下这么大的血本，我要是拿了，就真走不了了。嗨，是吧？秦风，此剑名叫年，是传说中的少女心兽所造，利器十足。就算你是绝世高手，想要驾驭它，要不是带走，你小心。我老爹天生剑，根本不怕。我才见过天生剑骨，这种百年难得一见的体质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剑怎么在我手上？绝世高手加天生剑骨，我们的传家秘宝都主动臣服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秦风，拿了此剑，你就真的是我陈家的人了。程小姐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你们那个什么武林盟主之争，我去了就送死，我还得照顾佳佳呢，我就体谅一下。老爹，妈咪又漂亮又有钱又有武功，怎么开窍呢？以你的实力，一定能在明天的祭神大典上帮我拿到武林盟主之位的。你如果不去，到时候武林盟主之位肯定是周家大少周浩阳的。他一旦成为盟主，到时候肯定会强迫我成为他的女人。那不正好吗？你们门当户对啊！那周浩阳是出了名的人渣，他还放出狂言吞并我们陈家，到时候不但孟瑶跳进了火坑，就连我们陈家也要完蛋。秦风，只要你愿意出手，我不用你娶我，我愿意给你当丫鬟。
不要！陈小姐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我是个高人，那就在吹牛的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看来他这种高人已经不再想参与任何武林争斗了，是我陈家高攀了。唉，终究是梦瑶无福，终究是我们陈家高攀了。那陈小姐，我就先走了。明天再走吧。再怎么说，我们也领了证，你也是我老公，睡一晚没事的。老爹，咱们明天再走吧。佳佳想和妈咪多待一天。好啊。耶！秦风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这样。希望今晚过后，你能看在我的情分上，至少保住我爸妈。我给老爹送你去了。老爹实在太坏了，我要让他和妈咪真正在一起，这样老爹就不会不管妈咪啦。老爹，喝药啦？不是，喝茶啦，喝了好睡觉。佳佳真乖。好了，去睡觉吧。这么热呀！秦风，我知道你实力高强，但不想招惹麻烦，我不会强求你，我只希望你能看在昨晚的情分上，保住爸爸。老爹，咱们去救妈咪吧。佳佳，那个是武林盟主之争啊，你老爹我一个普通人，去了就送死。不，老爹，你明明是高手。佳佳，你老爹我不是高手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好吧，那你就算不是，就这么忍心看着妈咪被欺负吗？她可是你的老婆啊！死就死吧，为了救老婆而死，我是个伟大的男人。喂，棺材铺吗？啊，我要给自己订个棺材。你们怎么上台了？秦风不愿意帮我们陈家，我们只能用命去换，说不定可以保住你，保住我们陈家的一切生机。不，就算你们两个东西死在这儿，也阻挡不了我周浩阳的脚步。陈家是我的，武林盟主是我的，他陈梦瑶也是我的，就连这继武财神的殊荣，也只能是我。
今天武林豪杰齐聚，你周浩洋能不能拿到武林盟主之位还不一定。试问他王家敢上擂台吗？你楚家敢吗？黄埔家敢吗？武林各派以我为君，武林盟主非我莫属。整个龙场，谁敢与我一战？我敢！我敢！陆阳，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让我和你妈上吧。大不了拼上我们这两条老命。爸，让我去吧。陆阳，周浩洋，他已经断绝龙场，绝不是你的对手啊！他如果拿到盟主之位，不止我们陈家要灭亡，就连我也会落入他手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放手一试。不要！陆阳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乖乖回去躺在床上等我，到时候成为武林盟主的女人。你处心积虑算计我陈家，不就是为了得到我？现在就告诉你，昨夜我已经将自己给了秦风，今天就算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随了你的意。你是个贱妇！我闭关的时候就听说你找了个宋买卖，是我的，你怎么敢？我堂堂武城第一，即将成为武林盟主，你居然选一个破送外卖，你怎么就那么贱呢？秦风天下无敌，你跟他比，算个什么东西？周浩洋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我，如果死在这里，或许能为爸妈换取一线生机，也不会给秦风和佳佳带来麻烦。陈家吃的木苗，求死！好，就先杀了你，接着杀了那个废物！敢欺负妈咪，老爹杀！难道他是特地来救我的？太好了，秦风来了，梦瑶有救了，我陈家有救了。我就知道，一看秦风就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，他果然来了。这陈家人这么激动，难道他真是高手？我听说陈家最近招了一个绝世高手的女婿，想必就是这个。那岂不是说周少必败无疑啊？秦风，你来了。不错，我来了。你就是那个外卖。那个谁，我老爹都来了，还下不去了，等我老爹出来，我死翘翘了。来来，班长，杂种，竟敢羞辱！站住，闭嘴！羞辱你又如何？你可知道我女婿天下无敌？秦风，随便露一手，让他们瞧瞧。你们这群战虎家，哪里给我爹虐？早知道就不该来。能一览绝世高手之威，乃我一生荣幸，请高手出招。请高手出招，请高手出招，请高手出招。难不成还真是绝世高手？小小强，我今天是来送死的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我老婆和我全家的命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绝世高手啊！真是笑死我了！果然还是不愿为我陈家出手。
到现在他还在演戏。身为绝世高手，他当真这么无情无义？看来是我想多了，我终究入不了他的眼，他也终究不会因为我而出手。寿少侠，我刚才板都买好了，我就求求你今天当下水轻点啊，给我留个全尸，不然我老婆不好给我收尸啊。陈梦瑶，这就是你选的男人，真是窝囊至极。老婆，我知道能被你看上是我的福气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我是个废物，但也是你的男人。小子，看在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从我下方，我就可以让你用你的命换他的。哈哈，还以为是个高手，没想到是个小丑啊！呸！丢人！老爹，你怎么能这样啦？哎呀，芊芊，你快让开！我是救你妈咪呀，不然一会儿周小霞又不开心了。老爹，你周老爹演技就是这个，你敢动我妈咪，敢下跪叫爷爷！小杂种，我杀了你！不要！这不由，老婆，芊芊，妈咪，芊芊，别怕。父子两体，快去给我死吧！不由，臭老爹，你还能忍吗？不由，不要！内力通天，龙吟虎啸，绝世高手啊！这不可能！妈咪，你看，老爹关键时刻还是很靠得住的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干，他就躺下了。我靠，难道是想碰瓷讹医药费？都看到了，这就是我陈青山的女婿，他一只手就能镇压所谓的龙城第一武道天才。之前是我眼拙了，陈兄好福气呀！以后要是发达了，可别忘了老兄我呀！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！好说好说，今日之后，这武林盟主之位，必属于我陈家。你们以后可……哎，陈兄，你看你女婿在干什么？周少侠，您是龙城第一武道天才，我就是无名小卒，你帮我当个屁，忘了吧！混账！我是一时失误才输给了你，你竟然敢如此羞辱我！哎，少侠，你何出此言呢？这不是你故意的吗？你明明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我一碰你就吐血了？别再过来，过来！欺人太甚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就是了。这干什么？少侠，我今天没跑单，这1块钱还是昨天剩的，我身上只有这么多。秦风，我杀了你！去蹲牢！什么？竟然是周家家传绝学蟒雀吞龙！据说当初周家家主凭借这招，纵横龙城，无人能敌呀！切，这种东西在我女婿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。什么？你随便耍出一招，破了他周家的绝学？龙大人，你吹牛别带上我啊！哎，少侠，行了，你要嫌少，我赔给你这个。哎。
这个是陈家的传家宝，应该值钱。来，您拿着。理他的事，不可能向周浩阳低头，一定有别的隐喻。先用送宝来让周浩阳放松警惕，不愧是高手，连这一点都想到了。这个真的我？当然，这个是身外之物，要是它能换来我们全家的平安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行，算你上道。那今天这事儿就……他有点怕生啊，没事，来，您拿着。那今天这事就……这个耍我死！请问小心！你不用担心，这是条小事，随便就给收拾啦。这天生剑骨，凶兽化形，人剑合一啊！这个送外卖的竟然是天生剑骨，还领悟到了人剑合一这种剑道最高境界，确实不错。小姐，那要让他入我们叶家吗？要入我叶家，单一个人剑合一还不够格，只不过在龙城这种小地方有这种人，让我有点意外而已。糟了，他这看样子是要加价。周少侠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周少侠，我全身上下只有这个最值钱了，您就不要再加价了吧。可恶，还来这一套！故意把宝贝送给我，我一拿你就动手是吧？老子不会再上当了！我不要！果然是大家族的人，这心够黑呀！周少侠，就收下吧。我说了，我不要！我不要！哎呀，周少侠，钱我给你了，你不能不认账啊！哎，老婆，在家。咱们现在快跑吧！剑已经给他了，咱们安全了啊！什么呀？前锋，我把剑给丢这了，我没打。我不管啊，我敢给你了，你扔了也跟我没关系。前锋，你是个卑鄙小人，有无耻你！是啊，周老师，你不要讹我，你怎么过来好人啊？不来好人！你明明是个高手，却装成普通人偷袭我。刚刚还故意送剑给我，就是为了找理由打我。到底谁才是反派啊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不是送外卖的。好，你等着，随后爷爷出关，我要你让我们陈家鸡犬不留。什么？玄冥真人周啸林要出关了？8年前，周啸林就纵横龙城，统治了整个龙城武林。要不是他闭关练武，龙城怎么会如此安宁？现在他一出关，这龙城的天要变了。吃他怕了吧！现在我命令你们进秦风，拿下秦家所有人。王家人听令，拦住陈家人。是。楚家人听令。是。王府家听令。是。何家听令。是。包家人听令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是造反吗？陈兄，你女婿虽然厉害，可是跟玄冥真人比起来，恐怕还是不行。我们几个也是为了自保，请你见谅。陈兄，你就束手就擒吧。怕玄冥真人，难道就不怕秦风吗？告诉你，别说是什么玄冥真人，就算是整个龙城的武者联手，我女婿也不怕。什么？你赶紧！对，喝啥呀？不过不是要渔夫啊，我要渔夫喝茶，我们陈家的呀。
小姐，他们又联合起来了，这陈家和秦风多半就完了。这秦风虽然不足以救我叶家，但也是个好苗子。要是就这样死了，倒是有些可惜了。岳父大人，怎么了？秦风，你刚刚是在？我给棺材铺的老板打了个电话，给我们5个人订了1人1副棺材。毕竟人家爷要出关了嘛，全城的武者也要集结在一起，我给他们提前准备准备。秦风，你还是真爱跟我开玩笑啊！我没开玩笑，你看，来，我挑一下款式。老婆，我觉得这个滑盖的适合你，这个翻盖的适合我。老爹，那我呢？你的？是啊，你那么小一个，单独一个浪费。你以后就跟老爹或者你妈咪躺一块儿吧。连他都没有办法了吗？秦风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看样子可能是因为现在牵制过大，他现在都没有把棺材订好了是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解决他们！废物！诸位，周后阳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跟我的爸妈秦风和佳佳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有事冲我来！梦瑶，诸位与陈某也是老相识了，我知道你们也是迫于无奈，在此我恳请诸位卖我一个面子，我陈青山和夫人就当做你们给周浩阳、给周家的交代，但是放我的孩子吧。爸妈，秦风，你带慕瑶和佳佳快走。外婆，不用怕，老爹会保护我。我老爹说都是跳梁将的，他一点都不怕，有本事别跟我妈喂，尽管找他一人。秦风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老婆，我不是这还用说吗？这佳佳都这样说了，那肯定是秦风不把他放在眼里呀。这下有救了。果然是个有担当的男人，梦瑶没有看错人。岳父怨我说佳佳是胡说的，我根本没有把握，信吗？秦风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说的，你是想迷惑他们，然后趁他们一个不注意，一举将他们歼灭。我懂。岳父，其实我……秦风，遇见你真幸运。你们都听到了没有？一群墙头草，有本事你们就动手啊！我女婿天下无敌！秦风，不信，仅凭一个人能撼动我们整个龙城武者。这下我绝无此意啊！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一个手指头就能按死我，我怎么可能和全城的英雄豪杰抗衡啊？混蛋！竟然还敢出言羞辱！我赶紧给我动手，不然等我爷爷出关，一个都跑不掉！等手！井底之蛙也敢窥探宇宙，真是不知所谓！上，好好说。动手！我真是普通人。秦风，你怎么样？他体内竟然没有丝毫的内力波动，难道真的是普通人？老爹一身修为早就真知化境，一般人当然看不到他体内的内力。他现在已经出手，怎么办？不管他是普通人还是绝世高手，他都是我的老公。爸妈，你们赶紧把他和佳佳带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秦风的仇，我来报。女儿，他不但是你的老公，他还是我们的女婿，这仇算我们一份。他把咱们一家人的棺材都订好了，不用请是浪费。
爸，我还真以为是个什么绝世高手，这不就是个废物啊！还是周少英明啊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他是个花架子。那是，既然这废物都死了，那就一起解决掉。不过那个陈梦瑶给我的那个废物，借我戏弄，那我就好好戏弄他的女人。是，动手。爸，再说实话，我老爹可是万劫不灭体，天蓬上怎么可能死？大爷，让够！钱弄鬼，动手！都杀了，斩草除根！剑来！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剑开天门。开！小姐，这送外卖的居然没死，还赢了，用的居然还是一剑开天门，这可是与我叶家绝学相媲美的武林绝学。这样看来，这送外卖的或许有资格进我叶家。我就说嘛，秦风肯定不是普通人，哥是故意装死，为的就是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哎，我没死啊！太好了，秦风，你没事吧？哼，我老爹万绝九招，能对付他，还没出生呢，肯定没事。哎，老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们怎么找他了？啊？刚刚发生的事你都不记得了？哎呀，梦游，其实秦风现在是故意这样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麻痹周浩阳背后的庄家，你可千万别拆穿他呀！陈峰，装什么装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当然是当成猪啦！你，是你逼我的！命令你们立即发出江湖追杀令，整个龙城武者诛杀秦风。周少，江湖追杀令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出现过了，一旦发出，整个龙城武林必将掀起腥风血雨啊！你们不发，等我爷爷出关，你们都得死！陈兄，对不住了，王家家族底任为赏令，发布江湖追杀令，诛杀秦风。我家好，江湖追杀令，诛杀秦风。秦风，江湖追杀令一出，上天入地也难逃一死。此人活宝了。这个送外卖的有叶兰医保，你们谁有意见？秦风，他是谁？我不认识，看着他蛮厉害的，难道我要送外卖？出来！才没有。嘘，梦瑶，他肯定是秦风的手下。你想啊，像秦风这样的绝世高手，肯定有很多的追随者，而你的身份就相当于他的女主人。一会儿啊，千万不要使个姿态，要拿出母仪天下的感觉来啊！好，秦风狂的没边就算了，现在又来，我收拾不了他，收拾不了你吗？镇魔天印，这是玉京叶家。玉京叶家，大夏四大武道家族之一，
回小剑，也能让整个龙城灰飞烟灭。哈哈哈！你竟然叶家叶龙一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啊！小的周浩洋，刚刚一时鬼迷心窍，望叶小姐见谅。哎，见谅见谅见谅。我还是喜欢刚刚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叶小姐说笑了，刚刚对您无礼的是周家的周浩洋，您尽管去灭了他家。现在给您跪下的是小杨子，跟周家毫无关联的。嘿，不要脸！秦风，看在你武功不错的份上，或许有资格进我叶家。本小姐赏你个机会，跟我回叶家，成为我第8个老公。当然，本小姐是叶家大小姐，自然与众不同。你很幸运能成为我第8个老公。爸，你不是说他是秦风的手下吗？失算了，失算了。对呀，我跟你回去，那岂不是1周都轮不到5天？当然，你以为谁都有资格上小姐的床吗？你进了叶家也只不过是铺床叠被、洗衣做饭。那我不去了，还不如送外卖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有老婆了，不会跟你去的。大胆乱忤逆小姐！大爹，快瞧老爹！收敛点，这是敌军叶家。老爹照样一个手指就让你都吓坏，而且你是小妹妹，不想要其他女人叫我妈咪。小东西，你可真是好大的脾气！你可知道我叶家的实力有多么恐怖？那叶家在这2年就学会那个什么镇魔天音呢？我老爹也会，而且比你更厉害。小地方的人，连小屁孩都这么狂妄，不知所谓。秦风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只要你会镇魔天音，我不饶你一命。来一个！哎，这。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看不起。我不抓了，诸君且听天音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真的很高，这是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。天哪，小姐！哈哈哈，秦风果然厉害，连叶家的绝学他都会啊！当然，我老爹可是铁才，天下万般功法都是信手拈来。不对，怎么了，小姐？他只是在弹音乐，根本没有我叶家镇魔天音的功法异象，这是假的。什么？啊，这啊，没有琵琶，还能施展出叶家的绝学，这秦风不愧是绝世高手啊！妈的，敢骗我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啊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找死！哎，不是。小姐，你看，天命天成，9州来鹤，这是镇魔天音第9层。小姐，这第9层可是曾经被他不传之力，他怎么会？连我都只会第3层，连叶家老祖都只会第5。老祖出命，掌握第9层，即为叶家之主，他怎么可能会？镇魔天音是叶家老祖所创，一举镇压地境无数武者，他从哪里学来的？就是啊。
说，你怎么会有叶家绝学？是啊，这我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呀。叶小姐，她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么高深的武学？她一定是偷来的。偷我叶家绝学，今日留你不得！哼，我老爹还需要同学吗？这么天，还不是你们偷学我老爹的！混账！这镇魔天音乃我叶家老祖2年前游历山河，心有所感，自创而发。你黄毛丫头，竟敢在这胡言乱语！嘿，真不要脸！叶瞎子当初还是跪着求我老爹教他的，我老爹不肯，最后有2个棒棒糖贿赂了我才让叶瞎子偷学的。求高人教我这首曲子，老朽愿拜您为师。老爷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什么高人，我这曲子也不是什么功法，我都是被人家骗了。这就是个广播体操的伴奏而已。高人不愿意就不愿意，也没必要诓骗我呀。服了，眼睛都看不见了，还弹什么曲子呀？老头，我可以让你偷学我老爹功夫，但是呢，有俗话说，无利不起早。明白明白，老朽明白。哎呀，谢谢大小姐。哎呀，谢谢对不起。不可能，简直一派胡言！这是我叶家老祖赐我的大挪移符，只要我捏碎它，万里之遥，它也是顷刻即到。你们敢对刚刚说的话负责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有本事就摆着叫我！上次越想越愤，让他再赔我几根棒棒糖！哎呀，这家吹牛吹够了，你要能唬住他不动手就行了。万一那个老祖什么真来了，我们全家就玩完了。你老爹你怕啥？本来就是这样的呀，只不过那个叶瞎子手小了，记不得而已。什么记得记不得的？你老爹什么时候会武功啊？而且还能叫人家那种大人物。你老爹你就太胆小了。哎呀，这，一会儿别说话，我来啊。嘿嘿，小姐，刚才纯属巧合。你看，我又是个送外卖的，我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啰啰嗦嗦的，有本事你就捏碎它！哼，我女婿好歹也算你叶家老祖的师傅，哈，他这后辈竟然如此无礼！哼，小婿我真不认识什么叶老祖，要是那个真来了，咱全家大祸临头了。嗨，好女婿，我知道你平时为人低调，不喜欢装逼。没事，你岳父大人我喜欢装逼呀，这是让我。你有本事你就捏碎它！你以为我真不敢吗？磨磨唧唧的，我替你较量。我，哎，别摔！好，马上打。好嘞，我，哎。完了 ，BBQ。这所谓叶家老祖手段通天，曾经在战场上一举破30万军，竟然敢捏碎大乾坤符，简直找死！各位，叶家老祖将至，准备迎接。是。小强老婆，怎么快跑吧，这会儿来不及了呀！跑？跑什么？他可是算你半个徒弟，这大庭广众的，难道他还能欺负妹妹不得？你老爹，你就是太胆小了！你们，哎，叶家叶无声在此，谁敢辱我叶家人？老祖，他们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无视我们叶家，还侮辱您！混账！连我叶家人也敢辱！
叶老总，侮辱叶家，侮辱您的是他陈家，不是我们呀！什么？哎呦，老朽眼神不好，错了。你那是眼神不好吗？你本来就是瞎子呀！老祖，就是他们敢偷我叶家绝学，还说是我们叶家偷学的，根本就是没有把我们叶家放眼里。区区龙城，就有人胆敢不把我叶家放在眼里，还敢辱我叶家人，看来我真是许久未动手了。你们都忘了我叶无声的手段，今日我便灭了你们我叶家尊严。叶家子，当年本小姐助你偷学这么天意，该对我出手。这声音，你是？哎呀，叶瞎子，拜见佳佳小姐。佳佳小姐，您为何在这里啊？妈咪家在这里，我肯定在啊。哦，高人的夫人也在呀。老朽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叶瞎子，你不是没有眼睛吗？怎么有眼无珠啊？哎呀，我这是比喻，比喻。老祖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他们就是这龙城的武者，还有不一样的东西啊！混账！老祖，你又打错人了，你打的我。你以为我眼瞎吗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要不是有高人传我武功，就不会有现如今的叶家。可是，当初您说这是您自创的呀？这当时老朽啊，那都是为了面子，随口一说，哪知道你就当真了呢？佳佳小姐，不知高人是否也在呀？当然，老爹。叶老祖，你好。徒儿拜见师傅。那个，来吧。秦风，你一定要绷住了。现在是佳佳把他忽悠住了，那你可不能露馅。师傅，你终于肯认徒儿了。2年了，这2年来，徒儿无时无刻不在感谢师傅您啊。可惜我这双眼天生绝脉，无人能医，恐怕这辈子也看不到师傅您的模样了。好啊，一辈子看不到了，挺好。瞎了正好啊，要是没瞎，岂不是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普通人了？啊，师傅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的糟了，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情况我也很痛心呐。这怎么嘛？只要我老爹愿意，区一个天生绝脉，随便练你们治好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从3岁起就瞎了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再看一眼大夏，能够看到师傅您的模样啊！还求师傅成全呀！那个，其实吧，我也没办法。唉，我明白，师傅您还是在怪我叶家人对您不敬啊！不是，我秦风，要不你就给他治了，怪可怜的。老婆，我确实不会治，我又不是医生。哎，秦风，我看这叶瞎子对你忠心耿耿，依我看，你还是帮帮他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咱们快跑吧，再说就露馅了。叶瞎子，我老爹不给你治，我给你治。哎呀，来，叶瞎子，这是我老爹跟你一样，只要你吃了，就能看见了。喂，佳佳，你把这个给他吃，别把他吃死了呀！哎，没事的，老爹，你身体可是万劫不灭的，就算身上泥垢都是灵丹妙药。来，叶瞎子，拿去吧。哎呀，
别忘规矩。明白明白，棒棒糖管够。老祖不能吃啊！为何不能吃？他们根本就是骗你的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药丸，这是……放肆！我师傅还能骗我不成？谢师傅赐药，徒儿这就吃。老祖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不愧是师傅赐的药啊，香甜可口，软糯适中啊。哎，只是这怎么有杂质啊？这是为师炼丹的时候火候差了3分，药材还未炼化干净。啊，原来如此，那这肯定是个好东西啊，不能浪费。老祖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灵丹妙药，而是从那废物身上搓下来的泥垢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眼睛！老祖，你怎么了？老祖！呀！老婆，好丈人，快跑吧，出大事了！混账！敢假冒高手，毒害我老祖！周浩洋，小子们，随我一起诛杀他们！得令！秦风啊，秦风，自己非要作死，就在这儿，咱家都杀了。陆家主，随我一起，为首先一臂之力。是。师傅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师傅，啊，师傅，在干什么？啊，整理仪容啊，不然待会儿进了棺材都没人认识他。哎呀，这跑差不多了！秦风，受死吧！叶家人要再不起来，就不用起来了。混账，都给我住手！肉身成圣，目射苍穹，叶家老祖突破先天境了！不仅让叶家老祖先天绝脉被修复，让他的眼睛恢复了，还让他的修为得到了如此提升，并且返老还童。这哪里是泥垢，分明就是仙丹呐！我儿叶无声，拜见师傅。你是叶无声？谢师傅赐药，让我重获新生。小事一桩啊。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带着他们先离开了啊。当然，还有事。刚才就是你们这群龙城武者想联合诛杀我师傅是吧？现在这笔账该算了吧？啊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就是，都周海洋让我们干的。就是那个坏人欺负我妈咪的。就他！不是，是您家叶小姐指使我的呀！啊，你放肆！你的意思是我叶家，我叶无声诛害我师傅不成？师傅，应该怎么处置他？这个要是处理过头了，到时候周家找我麻烦，不就完蛋了？要是不处置，那万一他们看出我来，我怕他，到时候露馅也要完蛋。让他学狗叫。对，就照渣渣说的做。好，周浩洋，听到了没有？堂堂龙城第一天才，让我学狗叫，专杀了我！好，我杀了你！好哥哥，我们来年发福啊！
有今天。大哥哥，你可以走啦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再有人敢和陈家作对，那我帝京叶家绝不手软。是。这秦风不仅实力强大，而且还有帝京叶家的老总当徒弟。凤瑶，你这可是给我们陈家找了个好女婿啊！爸，家主，小姐不好了，周家老祖出关了。什么？之前周浩阳就说他爷爷要出关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他的爷爷玄冥真人周孝廉，在他闭关之前就已经是半步先天境界，如今出关，恐怕早已迈入先天武者的境界。如此，我陈家威仪。喂，老陈啊，不是我不仗义，这次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好姐妹，我们家要与你们撇清关系了，你们能跑就跑吧。贱人，没想到吧？我爷爷出关了，我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周浩阳受到的耻辱，我要还回来。老婆，佳佳，这是什么？妈咪，你不知道，以前很多高人都追随老爹，但老爹不愿意，他们自己成立武神殿，把天主殿牌送了我，让我交给老爹，但老爹他不要。什么？武神殿主力？哎呀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那就是一群精神病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说什么要追随我？这不有病吗？这和那武神殿扯不上关系，这就是个玩具啊！清风，周浩阳他爷爷马上就要出关了，你居然执掌武神殿，你能不能帮帮我陈家？哇，又出关了！完了！老婆，全部收拾东西，快跑吧！你果然还是不愿意对我坦诚相待吗？妈咪，我老爹武功盖世，他还会一招醍醐灌顶，功力传给别人。只要我老爹愿意传给你一丁点功夫，就不用怕了。可是他都不愿意管我陈家的事，又怎么会愿意传授给我公司？妈咪，这叫看本事啦！加油！我陈家典籍记载，醍醐灌顶成功术武可以双修的方式达成，现在只能试一试。老婆，你这干嘛？老哥，你就帮帮我。老婆，你咋就不相信我呢？我不是什么高手。我不信，除非你让我试一试。试？怎么试啊？老婆，这大白天的不好吧？现在天黑了。哎，老婆，不要！武神殿弟子参见小姐。给我妈妈准备一张邀请函，让她参见3天后的武神殿。是。我10年苦修，还不如与秦风一夜提升的多。看来以后要经常找他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青，你看我现在的武功境界，半步先天。小姐，你这可是连破了4个境界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要是现在对上周浩阳，我一直守着你秦风。可是小姐，我记得你昨天都还没这么厉害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这个……哎呀，老婆，你也太狠了，感觉我腰出问题了，你去医院看看。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原来小姐昨晚上……老爹不是真的受伤，要不然他咋去骗他呢？佳佳，你老爹他没有受伤，只是太累了，缓一缓就好。对，妈咪，武神宴那邀请函你收到没有？武神宴？
你说的是武神殿最高规格的宴会。武神殿可是整个大夏武者心中的圣地，其中的武神宴更是武道盛会。每年伊始的时候，召集各方武者为整个大夏祈福，祈求来年国运昌盛。不是名门高手，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。小姐怎么会收到邀请函呢？他说老爹让人送来的啦。哎，这又吹牛。姑爷，姑爷难道和武神殿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，我老爹可是武神殿主啊。这个不行吹牛啊！武神殿是凌驾于所有武者之上存在，你不赏也乱给我了。武神殿使者到，请臣下千金接武神宴邀请函。在下奉殿主大人之命，特来给小姐送上武神殿邀请函，还请小姐在3日之后务必参加武神宴。谢谢。竟然真的是武神宴的邀请函，看来他只是表面上对我不是很在意，实际上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内地里连邀请函都准备我。老公，原来您还是很在意我的，连邀请函都给我准备好了。这不关我事儿啊。多半是刚才你练功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引发了天地异动，受到了武神殿的关注，特地给你送来的。他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承认呢？老爹肯定是想故意表现的，到时候在武神殿殿主身份出场，宣布你就是他的老婆，这样你就会成为万众瞩目的存在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佳佳。老爹真傻乎乎的，要我帮了才能追到呢。等你知道自己是高手，看还说不说佳佳吹牛。高人不肯让我们追随，让我们受高人点名，方才重获新生，绝不能知恩不报。我等现在已成大夏顶尖存在，现成立武神殿，请小姐收下此令牌，代为掌管。拜见小姐，拜见小姐。不愧是武神殿，连门卫都是高手。老公，咱们进去吧。我也进去吗？只有你有邀请函，我佳佳进不去的。老爹，你可是殿主，怎么可能？嘘，佳佳，小点声吧，被他们听到了，你老爹我就死定了。哎呀，别装了，老公，咱们进去吧。老婆，我没装。走吧。喂，你好，这是我们的邀请函。不好意思，一张邀请函只能进去1个人。你看我们这是，你进去吧，我们走了。等等，你们难道不认识他吗？他是……我啥也不是。大哥，搞错了，我现在就走。笑死！你们两个店主都不认识了。我靠！佳佳，你先把这个玩具掏出来，会闯大祸的。冒充店主，你爹我就10个脑袋也不够他们。属下参见店主。参见店主，参见店主，参见店主。不是，他们是在叫我吗？我怎么会是店主呢？一定是我跟他们的店主长得像，他们认错了。我还是跑吧。那个真店主来了，他知道我冒充的，你就没老公了。既然他不想被拆穿，那我就陪他演演戏吧。老公，你要是这样跑了，我们会被怀疑的，到时候还会连累佳佳和我们。你就这么忍心？哎呀，算了，死就死了。反正都要死了，
不如做个饱死鬼。哎，不愧是武神殿啊，这放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兄弟们，这是我临终前最后一顿饭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个3口1只鸡。小姐，这你确定姑爷是武神殿主吗？是老铁的好剑，万口。这个应该是吧。不愧是打败了我哥的龙城第一美女，倒是有点本事。龙城第一没事儿，果然有点味道啊！不过可惜啊，今日之后就要死了。周柔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周柔儿，周浩阳的亲妹妹，2年前被帝京武道家族钱家看中，成为了钱家少夫人。她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意思？你趁我不在侮辱我哥，打压我周家。告诉你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武神宴之后，不只是你，还有你陈家，全部都要在龙城出名。你敢？龙城这么个小地方，竟然出了这么年轻的半步先天境啊！半步先天又怎么样？在这武神宴之中，还不是坐在这最低等的下等座？下等座？什么意思啊？无知！武神宴可是面向全大夏的超级宴会，群雄汇聚，座次分为3等，最垃圾的武者只配坐下等座，武道高手坐上等座，武道巅峰强者坐特等座，而你这种垃圾只配坐下等座。小航，告诉他们这种垃圾，我们是什么座啊？我等自然是上等座。你连武者都不是，我家小姐可是半步先天境，你为什么能坐上等座？就凭我男人钱小豪是帝京武道家族钱家的少主，你就算是半步先天境又怎么样？从小到大的努力，还不如我一句老公。区陈家，我一句话就能把你们灭掉，就算是帝京叶家，也不过和我们钱家平分秋色，他们可保不了你陈家。陈梦瑶，你不是靠着你那个外卖老公吗？还宣称他是什么绝世高手？来呀，让他出来打我的脸呀！该不会是他连武神宴都进不来吧？你算了，小姐，秦风他不喜欢惹麻烦，我们还是不要给他添乱。小姐，秦风，家在哪？刚刚不在。佳佳。爹爹，妈咪，我在这里。居然是超越了特等座，只有店主和4大护法才有资格坐的武神座，就连我们帝京钱家不坐上，他竟然敢坐在那里！刚刚没注意，程梦瑶的送外卖的男人就在那旁，但那个小屁孩只是他女儿。未经允许敢做武神座，等死定！好，哎呀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这可是武神桌，你连开点资格都没有！跟我说。请问这位前辈，可是传说中的4大护法之一的天山童老前辈？天山童了，当初我老子随便教了一个武功，应该还在修炼吧？既然不是4大护法，竟然敢做武神座，还敢口狂言，找死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小哥，我女儿吹牛吹习惯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，抱歉。
哟，我还以为你这个送外卖的老公真是什么绝世高手呢，没想到是个小丑啊！冒充天山童姥下犯上，敢做武神座，看来不用我们陈家主持，陈家必灭门。谁是小丑还不一定。道歉，这里是武神宴，道歉也得死。哎呦，多谢大哥手下留情啊！我这就带他走啊，我去我老婆那边去。你不出送外卖的，还有老婆能带你进来？当然，我运气比较好，这长得有点小帅，被龙城第一美女看上了。陈小姐，这个送外卖的是您的丈夫吗？龙城第一美女怎么会找个送外卖的？说八道，就这样的人也配？不错，他是我男人。什么？这个送外卖的竟然是陈梦瑶的男人？天鹅肉居然主动往癞蛤蟆嘴里送了！你们有所不知，他就是表面冰清玉洁的，实际上啊，就是个贱人。这不饥渴难耐了，随便找了个送外卖的上床了。周柔儿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！我就是喜欢跟他上床，怎么了？你周柔儿跪求都没这个机会了。要不是他，今天这个武神宴根本就不会存在。嘘，老婆，你这处女太大了，这跟佳佳学坏了。陈小姐，他是你的丈夫，她是你女儿，但未经允许擅自坐在武神桌上，罪可赦。就大哥，佳佳不是故意的，还请你通融通融啊。武神宴的规矩，还没有人敢触犯。boss，你知道我老公是谁敢在武神宴上闹事儿？我武神宴怎么会混进来一个送外卖的？傅先生，就是这个送外卖的女儿，未经允许竟然坐在武神桌上啊！这在挑衅店主威严！来人，绑起来！本小也会武神殿主令，会对这些武神武者有压制效果。我终于可以当高手了！来，吃我一拳！这小女娃身上明明没有武者修为，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声音？而且这股力量，怎么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佳佳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武功？那边爹地的店主令牌可以压制武神殿的武者，到时候你也想做高手的话，我借给你。佳佳，你刚才……佳佳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她绝对不会武功。那刚刚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这老人家不忍心对佳佳这小孩下手，但要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故意让他们演戏的。哎，这位郭先生，多谢您手下留情啊！以后要是有什么吩咐，我一定赴汤蹈火。行了，既然如此，这次就算了。哎，好。要是你知道我老爹是这样，看土都要下。陈小姐，跟我来一下。陈小姐，你年纪轻轻就是半步先天境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今天看在你的份上，我暂且放过这件事情，但我还想劝告你一句，最好早点和他们断开。他们这种普通人，注定跟你这种天才是两个世界的人呐。郭先生，我这半步先天境还是我老公帮我提升的，要是没有他，就不会有陈家的存在，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。什么？老夫看来看去，你老公这就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？郭先生，我女儿刚刚的力量，您难道感受不到什么？连我女儿都有这种力量，我老公是什么身份，你还猜不到吗？
吃我一拳！那股力量很像我武神殿殿主令的力量。好，小朋友，你看看还缺点什么？我让人再给你上点菜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能坐在这武神桌呀，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。我要吃烤乳鸽。得嘞，去，马上告诉后厨，把所有的烤乳鸽都上到这桌来。郭先生，我们的菜单上没有烤乳鸽呀。没有就去买呀，买不到就捉呀。我教你啊。好，是。小朋友，你看看还需要点什么呀？我还是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恢复一下，是吧？佳佳，以后可不能这样，你可是武神殿的高层，你这是把我们的令命溜着玩啊！怕什么？老爹，你是殿主儿。哎呀，小兔子，你就别吹牛了。马上派人去查一查那个送外卖的，还有那个小女孩的身份。可恶！凭什么他们能坐到武神桌上去？哼，依我看，这个郭先生是看上了那个陈。嘿嘿，这个送外卖的还不知道，他的老婆就要成为别人的儿子。果然是个贱人。没事，他们现在占用的可是天山童姥的位置。等一会儿，童老前辈一到场，发现他们必死无疑。天山童姥到！居然是天山童姥，传说中的前辈，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。四大护法之一，100岁寿元，也面如孩童，果然是传说中的模样。哎，童老前辈，我是帝京钱家少主钱小豪，曾经有幸远远的见过前辈一面，今日再见，前辈风采依旧。晚辈敬您一杯。无名小辈也敢跟我谈论？滚！老公，童老前辈的天山整美手可是称霸大夏武林，要是能拜师学到这项功夫，陈家将延续至少100年兴旺。但听闻天山童姥因为练功导致模样跟孩童一样，连带性情都喜怒无常，动辄就面容满门。小青姐姐，罢了，童姥爹可是殿主，让他教必须要教。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佳佳，你就别吹牛了，你老爹还想多活几年呢。哎呀，糟了，他过来了，他是不是听见我们说什么了？完了，你爹妹没来。老爹胆子太小了，小孩过来。天山童姥因为练功导致了孩童，他最忌讳别人教导小孩，凡是教导小孩的，最多活不过1分钟，他们死定了。我靠，佳佳你，好，你不要老爹，你没有老爹了，你爹死了。老公，你干嘛这样咒自己？我觉得佳佳说的没错呀，按照你的身份，本来就应该是他唤醒你。老婆，你想换老公了是吧？国命休矣啊！看到了吧？现在那个陈梦瑶很明显已经和郭先生勾搭上了，他们现在就是要故意激怒童老前辈，想灭了秦风。果然是个贱人，等下我们隔远点，不然等童老发威了，咱们也不用再闹。过来，老婆，佳佳，快跑啊！我们老爹他是过来给你请安的。是呀，老公，反正现在就都这样，我也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就别再装了，承认自己的身份。身份？我什么身份？走。留步！完蛋了，躲不过去。童老前辈，跟他说女儿我们教育好她呀，你要上少我一个人吧，不要连累他们，我吹风那边也挑的。童姥拜见高人。
什么？这送外卖的真的认识天山童姥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童姥，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妈咪。童姥见过夫人。童姥前辈，您客气了。我何德何能让夫人叫我前辈，在下受宠若惊。您可以像佳佳小姐一样叫我童姥，或者小孩都行。童姥前辈，您这是？店主之前就不愿意见我们就只能称呼店主为高人。现在又故意叫我前辈，一定是刚刚排场太大，惹得店主不高兴了。高人折煞我了，童姥下次在你面前一定低调，请高人恕罪。高人，我靠，看来他也是听见佳佳吹牛了，以为我是高手。童姥，其实我不是。看来店主还是没有原谅我，看来只有拿出这个了。高人请恕罪，这是童姥在天山之间采集的3枚人参果，还请高人和夫人还有佳佳小姐笑纳。什么？人参果？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啊！人参果300年一结果，1颗就能增寿10年，这种已经绝种的东西就这么送人了？童姥前辈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们这无福消受。还有吗？童姥前辈，我就替我夫人和佳佳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这么贵重的果子，你怎么就给吃了呀？万一童姥前辈知道我不是高人，咱的命都不够培养一个果子的。就是咱们给面子吃他东西是他的幸，是吧，童姥？就是。对了，妈咪曾带你没事学你的天生折眉手，看看没有空。没空，我何德何能，怎么配教夫人？我这点本事都还是当初窥视高人练功的时候偷学感悟而来的。这前辈怎么会有空呢？是吧？前辈莫怪啊，小儿子不懂事。店主这是故意说反话，是在怪罪我。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时间就像牙膏，挤一挤总是有的。我这点小伎俩，夫人喜欢，我找时间传给夫人就是了。至于这拜师就不用了，童姥承担不起。那就多谢童姥了。来，童姥，这条鱼的刺有点多，用你的天山折眉手刺挑出来，让爹爹看看你的功夫进步没啊？这吓死人的活，你怎么让童姥做这？错嘛，看来你的武功又长进啦。多谢佳佳小姐夸奖。不行，我要跟童姥前辈坦白才行。现在玩这么大了，等下去发现了真相，我们一家3口连棺材都来不及订。嘿嘿，童姥前辈，咱借一步说话。高人请。童姥前辈，其实我呀不是什么高人，我就是普通人，都佳佳胡说呢。要是刚才有损您威严，还请怪罪我一个人。我妻子和佳佳的罪责都我一个人担着。看来店主还是不肯承认身份，或许是在怪罪我等会罪成猎捕神殿。这情况我还是早点溜吧。那个啥，既然高人还在怪罪我，那我就先走了，绝不碍你的眼。不是这，老公，怎么童姥前辈突然就走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他说还在怪罪他。我说他回去摇人了，他要回来，你准备灭了我。好，哥，老婆，就这样。郭先生，秦风的身份和那个小女孩的身份查到了，秦风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是个普通人。那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，也是个普通人，都是普通人，竟然连我都骗到了。那需要把他们赶出去了。
那还用问吗？马上叫人！独孤前辈，你有何吩咐？方才童老跟我说，店主大人已经到了宴会现场了，但店主大人不愿意泄露身份，你务必要小心办事，不可惹得店主不快。是，老朽明白。那个送外卖的现在还需要赶出去。赶个屁！没听到店主大人就在现场吗？要是让他赢，我欺负弱小，10个脑袋都不够掉了。暂且让他们在这里多待一点时间吧。另外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是。哎，我告诉你个事儿啊，店主大人就在现场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。店主大人就在现场，不行，再待下去，童老就带人杀回来了，必须要走了。哎，知道了，店主大人就在现场，可千万别对别人说。店主大人就在现场，我们现在位置可是武神桌，那不就是店主大人4大护法的位置吗？完了，马上要跑路。大家，老婆，那店主大人就在现场，我们快走吧。我早就知道店主在现场。你早就知道，你也知道。是啊。啊，在哪儿呢？不是，你俩这都啥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老公，我们没开玩笑。你想啊，你要不是武神殿店主，我们又怎么可能在这武神桌上？这不是郭先生他人心善，让我们做的吗？姑爷，这可是武神桌，郭先生就算心善，他也没那么大权力让我们坐在这儿啊。姑爷，你就别装了。不是，真没装啊。老公，其实你是不是店主都无所谓的，除了你实力强大以外，最主要的是你愿意为了我，为了家家而站出来，这才是我愿意跟你站在一起的理由。所以不用再隐瞒你的身份了。不是老婆，你就相信我真不是店主吧？我们走吧，走吧。送外卖的店主说出去你不怕人笑话？不知所谓。刚刚对童老前辈不敬，那是你们运气好，童老前辈没有惩罚。现在竟然敢大言不惭，冒充店主，我看你们真的不知道“死”字是怎么写的。吴老爹就是店主。这个废物他要是店主，我今天就把桌子给吃了。原来堂堂帝京钱家少主还有吃桌子习惯。周家老祖到！小姐，是玄冥真人周啸林，他真的破关了。爷，梦瑶，上次的武林盟主之争，你让我颜面扫地。现在你们想好怎么死的没？我爷爷出关了，你迈入了先天之境，就算是帝京的叶家老祖在，我也不惧。周浩洋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武神宴，你敢乱来？小姐，不错，武神殿镇压天下武争，在这我自然是不动手，但等宴会结束之时，就是你丧命之日，陈家灭门之时。哈哈，周家老祖闭关8年，而武神殿新建于8年之前，店主却一直没有露面。刚刚不是说店主在这武神殿中，现在周家老祖出关出现在这里，难道说周家老祖周啸林就是这武神店主？爷爷，他们都说你是店主，爷爷，难道你真的是武神殿店主？我不过是区区先天境，武神殿主可是绝世高手，远超先天，我怎么可能是店主？但这么多人都看着老夫，老夫刚刚出关，无敌于龙城，位列先天，现在否认，岂不是有损颜面？这个什么店主不店主的，大家皆为武者，一概平等。
爷爷，没想到您真的是店主。爷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虽然我受尽了欺辱，听见了？我爷爷就是武神殿店主，还不赶紧跪下来请罪？店主从未露面，老夫也曾听闻这武神殿是未经店主同意成立的。这次武神宴也多半不会到场，一群愚蠢之辈，正好让老夫如此疯子。老婆，周家老祖不会真是店主吧？那咱就死定了。秦风现在应该是故意这样演戏，想要气耍一下周家。老公，这样看来，他有可能真的是……哼，贱人，见到棺材让落泪。别说你们陈家，就算是地经叶家，我爷爷也是翻手可灭。刚刚你们不是说在这武神宴上我不敢动手吗？我爷爷就是店主，现在就可以灭了你，受死！这混账真以为我是店主？这要是一动手，万一被追查到，老夫岂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？哎呀，武神宴乃是武林盛宴，邀天下武者入宴，不可坏了规矩。思儿明白，将来我可是要继承您的大位的。作为未来的店主，要有格局。哈哈，陈慕瑶，这里人多，我暂且先饶了你。等宴会结束，就是你的死期。我爹爹才是武神殿主，你敢冒充我爹主，快被我爹一巴掌拍死吧！你老爹是武神殿主，我冒充他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老夫冒充他？还想一巴掌打死老夫？来，尽管来试试。不好意思，店主大人，您宽宏大量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对。你还不配让我老爹出手！我老爹一个手指头就能让你下跪叫爷爷！这个是店主啊！你疯了！放肆！竟然敢侮辱小奴的爷爷！陈慕瑶的女儿和男人，不是谁都有资格动。小姐，区先天而已，我可是地经天才。3年前，半步先天收拾你还不简单？妹夫，下手轻一点，别弄死。这可是龙城的第一美食，还准备留着用呢。放心，等我废了，玩玩都行。完了，小姐接不住这招的。老爹快上来吧，你要受欺负了！我有武功啊，怎么上？哎呦，要死了！司马大火马爷，要我呢？居然是师承武功武林绝学降龙十八掌，这一掌已经真正化境，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绝世高手？居然是降龙十八掌，但为什么我的身上感觉不到内力？我靠！我随便喊了个招式，还真把他们吓到了。老哥，你真是……多谢这位少侠留手啊！您好人好报，未来一定比抬升18个。放肆！你打赢我，还要侮辱我！妹夫，上次的武林盟主之争，他就是这样羞辱我的，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。不是，两位少侠，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看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用力，他就倒了。你们得讲讲道理。混账，欺人太甚！哎，妹夫，小心，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，比上次的武林盟主之争还要恐怖。居然连降龙十八掌这样的武林绝学，他都能用出来。区区降龙十八掌这种武功，在我老爹手不是罪了。佳，老爹求你了，不要再帮我吹牛了。哼，就算是这样，那又如何？我爷爷在现场，
就算他再厉害，也注定是个死。哈哈哈哈！不错，姓吴的爷爷现在是武神殿主，打我就是打他老人家的脸。爷爷，别忘您出手，诛杀这个废物。虽然看不清楚刚刚他是怎么用出降龙十八掌，但没有内力是事实，我可以随便拿你。秦风，老夫念你是一个晚辈，可以饶你，但是你现在必须自废双腿，给我滚出去！不是，店主大人，这自废双腿会不会有点太残忍了？要不你给我个大嘴巴子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得寸进尺！哼，你不忍心，老夫可以帮你。什么？这是周老祖的成名绝技——闪电五连鞭。闪电五连鞭一出，有死无生，他们危险了！住手！放肆，在神宴闹事，找死不成？关上，就是他们，就是这个送外卖的，竟然对我爷爷无礼！老头，你们别听他们胡说，明明是他们先来打扰我和我妈咪还有我弟弟吃饭的。对，郭先生，是他们先来找事儿的。秦风为了救我才……够了！我不管你们谁先动的手，告诉你，店主今日就在现场，你们谁惹他心情不好，就先灭了你们！灭了我们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我爷爷？爷爷，你怎么？你嫂子？还怎么了？人家可是武神殿主，要是发现我假冒店主，那还得了？爷爷刚才是不是跟你说过了？天下武者一切平等，不要用我特殊的身份就以势压人。小人来了，废物，给我等着！幸好这郭先生心善，救了我们，不然小命不保啊！以后他要是点外卖的话，我给他送，不要他运费，是个好人。好了，武神宴开始，现武神剑。武神剑镇压九州五道，只有店主方能解开封印，也只有店主亲手解开，便能执掌天下武者。太好了，爷爷，你快上去拔剑啊！走，我扶你上去。你是爷爷，上去拔剑。是啊，爷爷，拔出武神剑，执掌天下武者，我们周家就是九州第一家族了。是啊，到时候我们帝京钱家也会对您俯首称臣。爷爷，走，扶您上去拔剑，扶您上去啊！你们，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混账！完全忘了吗？要是上去拔剑，就说明我高人一等，岂不又证明我刚刚说的天下武者人人平等都成了屁话？对，爷爷，您说的是。那是谁家小孩，居然敢私自碰武神剑？哎呦，混账！陈梦瑶，好大的胆子！这武神剑只有店主才有资格出，你竟然敢擅自出，简直是找死！佳佳，你快过来，你要害死我妈咪我了！老爹，这没什么，当初那几个护法把这剑造出来的时候，说要给我不要，他们才封印起来放到武神殿的。是口出狂言！陈梦瑶，之前看你资质不错，所以就算你的男人和你女儿犯错，也一忍再忍。现在你竟然敢冒犯武神殿，在冒犯武神殿，在冒犯店主！哎呀，郭先生，不好意思，
这小孩这不懂事，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说放过你，放过你，以为你是店主吗？来人，拿下！陈梦瑶，跟我武神殿作对吗？郭先生，我老公就是武神殿殿主，武神殿作对的人是你。不是老公，我你真是华清下之大器，居然敢说一个送外卖的是店主，真是搞笑。看他是想当店主，想疯了。佳佳老婆，我们今天要死在一起了。老爷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你本来就是店主。混账！爷爷，他们居然敢玷污您的武神殿，还敢冒充您，现在就替您把他们都杀了！哎，以我的身份，何必要亲自出手呢？冒充店主，死罪！独孤前辈，武神宴有人闹事儿，还请您亲自出手，清除孽障。居然是四大护法之一的独孤傲天前辈，他们死定了。孤老头上台跳3个梦，他有，这好还。哎呦，佳佳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待会儿我们连个全尸都不剩了。哼，还在打我操！识相的就赶紧滚过来跪下！我爷爷才是武神殿殿主，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触碰武神殿。老头，你以为你孙子说你是店主？不是啊，有本事就来拔剑呀！爷爷，我给你们看看，亮瞎他们的狗眼！对，爷爷，拔剑吧！啊，爷爷，拔剑给你们看看。武神殿镇压9州5道，我一个先天境的垃圾也可以解开封印，这不是诚心让我出丑吗？难道周家老祖真的是店主？请店主拔剑，请店主拔剑。爷爷，大势所趋啊！天下武者，盼您回归上店主之位啊！爷爷，去拔剑吧！啊，扶您去拔剑，走，拔剑吧！爷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传呼！老夫说了，我希望天下武者人人平等，是想强迫老夫吗？可是老祖，是他们欺人太甚呐！这样下去，你的威望何在？武神殿的威望何在？这是在打天下武者的脸呐！老子要是真去拔剑了，还没有威望，打你的脸就打，天下武者的脸面关我什么事？哼！我怎么教育你们都忘了吗？见一个小孩，一个送外卖的，还有一个小家族的女人，怎么？你们是想让老夫恃强凌弱吗？是，孙儿明白。且报，算你走运，我爷爷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多谢店主啊！店主大人就是天下武者的楷模，我对这个店主的崇拜如滔滔江水。嘿，没这个胆子拔剑，您说骗人！你不动手，代表老夫没有脾气，偏逼我对你们动手。这别说了，你爸妈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有本事你就来拔剑啊！明明是你冒充我老爹的神，花好了。这可是你逼我的！佳佳，佳佳，老公，佳佳肯定是有把握才说这个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从小跟着我，我知道佳佳不会武功的。况且现在是武神殿殿主，他怎么打过的？姑爷，佳佳小姐之前是不会武功，可是你忘了，她吃了童老前辈的人参果，这人参果不只能延寿，还能功力倍增呢。但是他也不可能打得过店主呀。周少林又不是店主，你才是。老公，你就看着吧。哼，小屁孩，你以为一个人参果的功力就能跟老夫抗衡吗？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冒充我爹当店主，你不会的，你就是店主的吧？混账！哎呀，佳佳，哼！
老夫公孙豹，你一个小屁孩能与老夫相处一二，今日不再死在老夫手里，也算是你的荣幸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是我看你们俩会有事。小姐，别叫喊，我去跟店主说一下，店主他宅心仁厚，肯定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等会儿老爹，我还有一招没有用呢。你还有一招？佳佳，你有把握吗？当然，那一招，黑暗的老头跪子给老爹唱征服。哼，小屁孩真是大言不惭，有他这个小屁孩还能翻天不成？老头看招！竟然能撼动武神剑，你到底是谁？武神剑只有店主能解封，你是谁？我说了，我老爹是店主，我是店主的女儿，我为什么不能拔剑？这武神剑镇压九州武道，其封印之厚重，只有店主才能镇住，他能撼动。莫非她就是店主之女？这不就是说那个送外卖的真的是店主？佳佳真的能撼动这武神剑？难道真的店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应该……哈哈哈哈！一群蠢货！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他撼动剑？这很明显是我爷爷在拔剑，对吧，爷爷？这干嘛？武神剑突然颤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真的是那小女孩引动的？不可能，从未听说过店主还有女儿。唯一的可能是店主在场，看到老夫的潜力，要用武神剑助我。武神剑只有店主才能撼动，你们觉得就这么个小屁孩，他有资格撼动吗？看来真的是周家老祖在拔剑。周家老祖果然是店主，差点被这个小孩唬住了。哼，不要脸！好，那今日老夫就用你们的命给武神剑开封。剑起！武神剑起，武者臣服。爷爷，周家登临九州第一武道世家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竟然真的出了，看来店主真的在帮我。几个受死吧！起剑，气得连老夫叫。哼，武神剑岂能听你的指挥？神剑有灵，给我斩！老头，你不是说你是店主吗？怎么还会被武神剑打伤？爷爷竟然被武神剑打伤了，难道真的是这个小女孩拔出了武神剑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爷爷，您可不能因为他年纪小就心慈手软呀！您怎么还让武神剑把您自己给打伤了？这样的话，您武神殿店主的面子往哪搁呀？哦，哈哈哈哈！原来是这样，还以为是这个小鬼指挥了武神剑，原来是爷爷心软了。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嘿，真会找借口！你让你心软试试，你能不能打赢姑奶奶我？欺人太甚！明明是你这老头欺负我妈咪和我爹地的，不要脸！你现在如果不找回颜面，今日过后，我周孝民，我周家将颜面尽失，我必将被武林所耻笑。刚刚我已经感觉到了，这剑并不是店主在操纵，力量很是微薄，肯定是这小孩用了什么特殊的方式窃取武神剑的力量。爷爷，快出手啊！还在等什么？哼，看来今日你要认不得。我忍受精血用出的这一招，足以匹敌这小女孩窃取的武神剑的力量，击败他们。青天化龙拳！哎，佳佳，没事吧？没，店主的能动用的力量还是太少了。要是老爹的话，随便一下就能把那老头打飞了。通天神力，
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称量的？老匹夫，竟敢到家家，这是在找死！他身上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内力？我在他面前，感觉就像是个细皮蛋子一样。老公，终于肯暴露身份了。没错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再隐瞒。老爹不是不知道自己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突然这么勇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衡山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嘲讽。现在我也不装了，我就是隐藏的绝世高手，只向老婆，佳佳，我装的怎么样啊？一会儿先装高手啊，成就哟，别看我。我就知道，老爹怎么可能改掉这德行？绝世高手又如何？在我爷爷面前都是插标卖首之徒。爷，您贵为店主，绝不能让这样的存在您的权威。孙儿，爷爷上灭了他。那是自然，你是还不错，但比起老夫来，简直是匹夫撼树。小子，老夫倒是要称量称量这绝世高手。我靠，这老头怎么吓不住他呀？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这是你逼我的！青天化龙诀，先不上去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我们店主大人的绝技——无神破苍穹。不是，我就随便用了一招，还真把他打赢了。我明明都没有碰他呀。不对，他不是跟之前周浩阳一样想讹钱吧？我靠，真奸诈呀！居然还知道老头讹得更多。你怎么会我们店主大人的武神破苍穹？难道你真的是我武神殿的？不错，我就是你们店主。不管了，能唬一个是一个，先保住小命要紧。难道老公真的不装了？顾先生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武神店主怎么会是一个送外卖的？不错，依我看，只不过他的招式、店主的招式相似而已。对，通过一个招式，确实无法确认他就是店主。不过还好，独孤前辈马上就到。独孤前辈可是见过店主的真面目，一定能辨别真假。废物！别以为你偷学了几个招式就可以模仿我爷爷。告诉你，独孤傲天桥乃是殿下座下四大护法。待会儿我看你怎么装下去！哈哈！你爷爷连我老爹都打，还敢叫店主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丑，气死了！哼，我爷爷闭关8年，刚出关，有些不适应，那是正常。你那个送外卖的爹能赢我爷爷，纯属是运气。你知道冒充武神店主是多大罪名吗？别说是你们了，就连整个陈家都跟着一起陪葬！我靠，完蛋了，人家护法都要到了，到时候绝对要露馅。这个，我们快跑吧！想跑啊？晚了！四大护法马上就到。四大护法到。独孤前辈、南宫前辈、令狐前辈、童老前辈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店主出事，我等岂敢不来？四大护法都来了，他们肯定都见过，一定能认出我。大胆！四大护法见到我爷爷，还不赶快下跪行礼？你让我们给他行？没错，我爷爷乃是武神殿店主。你们不跪他，你谁呀？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冒充店主？你这死活的东西！他打我，爷爷，他在打我，他要反他！周小爷，你自己告诉他，是不是店主？是啊，不是，老杨啊，
我呢从来没有承认过。你非要认我是个店主呢，我也没有办法啊！各位伙伴，真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的错。什么？你不是武神店主？你真拿我当孙子坑给你啊？这样的你，我就从来没承认过。你下任店主关我鸟事儿！老东西你好，就算他不是武神店店主，那这个送外卖的废物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武神店店主，玷污武神剑，冒充店主，搅乱武神宴，还请独孤前辈和四大护法将他就地正法。独孤前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打他呀！打的就是你。那个，我说我刚才不是故意冒充店主的，是属下独孤傲天，属下南风素雅，属下令狐神盖，属下天山童朗，参见店主，参见店主。什么？他真的是武神的店主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在店主面前冒充店主，无命休矣啊！不是，各位前辈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普通人，不是什么店主的，你们搞错了，是吧，老花姐？梦瑶拜见店主之，佳佳参见店主老爹，请老爹见武神店主意。别这，请店主接令。原来我真是店主，我是绝世高手。起来吧。以后你就是店主了。老哥，佳佳，哦，就是少店主啦。老爹还算你有良心。店主，周家该如何处置？你看着办吧。是。我为店主，统领9州武者，如今颁布规则，侠不可以武犯禁，凡作奸犯科、穷凶极恶、仗势欺人者，武神殿必诛杀。我等司令。他圣道、先帝、天尊，尽快找到人选啊！小朋友，我这有武功秘籍，可能让你成为绝世高手，原价99，今日优惠，只要9块钱，你可愿买？